上集我教你設好咗授權工作文件夾，你可能會問，我開咗個口俾 WorkBuddy， 到底安全唔安全？會唔會佢趁我唔覺去睇我啲稅單、銀行、醫療記錄？今日呢集我會專門講點樣安全使用 WorkBuddy， 主要講清楚3件事：點解可以安全使用，其他 AI agent 有咩風險，仲有幾個習慣你要守。聽完你會覺得原來咁簡單，就安心用。先講核心機制，一句就明。WorkBuddy 只讀寫你授權嘅文件夾，其他位一律唔掂，佢淨係入到你明確授權嘅文件夾，例如 BuddyWorking。桌面下載其他文件夾全部被擋，份授權名單仲係你自己管，你想開就加，唔想就收，你話事。如果佢需要使用之前未授權嘅文件夾內容，WorkBuddy 會先問你攞授權批准，如果你唔同意，佢係唔會用嘅。講埋一個設定，WorkBuddy 有默認權限同允許完全訪問兩種模式。keep 住默認權限，佢就喺安全沙箱入面運作，超出授權範圍會先問你。如果你打開允許完全訪問，佢就可以掂到你部機大部分地方，風險高好多。一句講晒，唔好亂開允許完全訪問，用默認權限最穩陣。仲有幾種保險都係官方講明嘅，處理係喺你部機本地做，原始資料唔會上傳雲端，亦唔會用嚟訓練模型。系統敏感位置，例如 Windows 系統檔儲密碼嘅資料夾會自動鎖死，讀唔到。遇到高風險動作，仲要你第2次確認先做，好似刪除檔案呢類，佢一定會先問你。咁其他嘅也又點？小龍蝦嗰種喺你部機本地跑，授權太闊就有風險。遠控類用手機叫部機做嘢，要綁定你賬戶，唔好喺公用電腦登入。無論邊款，一招通行，只授權工作文件夾，唔開放成部機。咁我係咪要買部全新嘅專用電腦安裝 WorkBuddy 先安全？直接答你，大多數家庭用戶都唔需要。授權文件夾已經鎖住咗接觸面，你日用電腦照用就得。但係如果你成日處理高度機密客戶資料，就值得考慮一部獨立正裝工作嘅電腦。一句講晒，唔使急住買機，設好文件夾已經安全一大截。當然，如果你想有一部電腦24小時俾 WorkBuddy 工作，又可以遠程控制，咁都可以考慮買部新電腦嚟裝 WorkBuddy。記低3個習慣，用 WorkBuddy 就更穩陣。第一，密碼 API key 銀行一次性密碼，唔好貼入對話框，就算同 WorkBuddy 傾偈都一樣。第二，自動化涉及向外動作，例如幫你發 email、發帖之前先試清楚範圍，同要佢俾你確認內容，確定佢做嘅係你想佢做嘅。第三，保持更新，來歷不明嘅插件或者技能，唔好亂裝。最後一樣，私隱你做主。WorkBuddy 可以設定你肯唔肯分享對話去改善產品，開定關都係你選擇，唔影響基本用。我嘅建議就唔分享內容，咁會再安全啲。仲有個實用貼士，雖然官方機制入面刪檔呢類高風險動作本身就要2次確認，但我建議你明文同 WorkBuddy 講一句，刪除任何檔之前一定要先問我確認，咁就雙重保險，唔會有重要檔被誤刪。總結，設好文件夾已經安全一大截，記低3個習慣，日用電腦照用得。你唔使買新機，唔使驚佢亂睇你啲私隱，因為接觸面係你親手劃定嘅。設好晒又安全，下一步就係真係要佢做嘢啦。下集 EP5 教你去傾偈、揾資料、寫嘢，用廣東話口語輸入或用英文都得，唔使寫 code。記得 subscribe、like、share、訂閱，俾個 like，分享俾朋友。